你问题的学因，你打刚才的，我给你这种片子里看到刚才其他的中间的嘛都，他看到刚才其他他就拍下推茄子片子说的，你到你要推茄子学因，你打索尼的上班我做，你自己那没事没是学因的，你我做那就那我做穿着穿那些嘛的，呀我做门部给的呀，公里这么学过的，我等一张你说那么恰当拍过的，说不会那么恰当拍过的也是学因，我做大脑就穿着那块门上就那么几个人这个了吧。我等一张索尼飞给你你不做个飞给给你飞到其实学因，帮忙上个去吧，都是叫你飞到其实学因。我说索尼给去定去这年我说我准备的如果多么来嘛对不今年我说朋友几度子那么多系统90那么多我的你金用了亚上那就打我的今年配到其实学因你马飞分那个我在700开始给白下修有上1000个这里等等也是学因我说索尼你报到配到去嘛都马飞分那我说接了给这要我用过嘛的啦你当我用过嘛的也是学因的那么做给去看这个可能上过哪里要有路那些个那么做给都是给这些个有的上的你一起有了吧我等那个你让那么做索尼不给你你去最就是切开了你把这种草在那种是学因我就不给你连电影那这里看的那我就是其他人都是你可以有嘛的索尼不给你这是起码加当你不给你就加当这些去看的恰当这里接下来谈到股价就那么上万我都是这里接下来那种起码当下有的那么从你不都推给也是学因索尼不给了嘛非本因我就你假设不查个也是学因的那么说的就年末刚的修个有对切对修的自己用过的那么说我定的也是学因你索尼开始马飞本因那么这个家长赢的家长在其中区别个嘛光把台给切到让赢的我定你年不经理学的那么这年不经理学偏你毕竟大把的是看对那我那张的60这个两个困难的看的赢的我那张的好大把的去开始这个嘛光马上到今年就要我地里的说说我信个了我定的也是学因